東區漁龍軍府呢有批特價，本來我唔想拍嘅，不過我都係想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下。今次跳價呢就分為3檔嘅。首先佢講嘅10,088呢係起10888呢係有幾套嗰種2、3、4樓，另外嘅有20幾套係11888嘅價格，咁相差1000蚊，首付就差3萬，咁你總價呢可能就貴12萬一套嘅。同樣嘅面積，樓層唔同。有啲高樓層係要去到11500嘅即係因為呢個盤佢高層睇嘅景觀仲係比較唔錯嘅。咁響東區中山5路現樓呢個價，講句真，仲係比較吸引嘅。因為你對比紫嶺國際嘅3、4K 咧，佢賣緊而家二手好多都係13400啊、14500或者係1K 嗰種已經超10年樓齡嘅啦，都係10000幾百。咁對比易翠苑好多嘅新屋企4、5K 嗰啲都係13000、14000、14500以上噶啦，除非你話買1、2K 舊嘅，價格上橫向嘅對比咧，佢係有優勢。但係講句實話佢呢個盤響中山5路嚟講係比較小眾嘅。如果唔係佢降價，你睇啲中介發朋友圈，可能你都已經係遺忘咗有個漁龍乜乜呢個樓盤嘅啦。佢在售嘅嗰一期只有5棟樓嘅。佢整體嘅社區嘅規模，你對比附近嘅易翠苑紫嶺國際嗰啲，佢嘅規模都係唔大嘅。第二呢，就係佢嘅戶型逼住佢要做價格嘅調整，因為佢係屬於以前嘅舊規產品。話而家你響中山，你唔好講話旗江新城就東區嚟講，好似朗悅或者係即將要開嘅谷城嗰啲產品，全部都係高德坊啦，戶型係會更加 fit 嘅。但係呢，又講翻轉頭，佢嗰啲戶型呢係可圈可點嘅，102、119、143、143都係做咗南北對流嘅3房或者4房，所以客觀咁講呢，放喺當年嘅設計係比較好嘅。但係喺而家市面上對比嗰種新規高德坊率嘅產品呢，競爭力我個人認為可能就冇咁突出。第三就係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點，佢係冇批交付嘅，所以對於剛需嘅朋友嚟講，佢會增加一筆裝修嘅費用，對於佢入住嘅門檻係拉高咗。而家向城區嚟講，好老實，改善嘅客戶要麼買大平層，要麼買4.0嘅住宅，往呢個方向嚟諗㗎。百零萬大家就會諗有冇裝修可以慳翻我嘅入門嘅門檻。另外，對於剛需客嚟講，有一點就係佢嘅學區唔係特別佔優勢嘅，雖然都係城區嘅書包，但係佢對應嘅係佢附近嘅紫嶺啦，同埋遠洋中學。喺東區呢，唔算話係一梯隊嘅書包綜合口碑嚟講，所以呢個盤係有點尷尬嘅。位置係比較好，佢係中山5路，但係佢嘅社區品質戶型嘅亮點同埋學區佢加唔到分對於剛需嘅客戶又要冇批裝修，價格唔算話特別大嘅驚喜，學區又唔夠好，仲要自己裝修，所以只能夠拉低嘅價格嚟走量。咁我預計呢都會有一部分嘅客戶去考慮嘅，就係偏向於東區本地工作生活嘅地緣性嘅客戶，對學區呢冇太大嘅要求，想要響中心位置揾一個低總價嘅冇批現樓，咁呢個盤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嘅。但係如果係香港深圳嘅朋友過嚟揾大平層，想要拎包入住嘅，又或者係要好學區嘅朋友呢，呢個盤就我覺得就唔需要花太大嘅精力去睇啦。如果大家想要響中山睇房嘅，想要揾一個真正懂中山本地嘅朋友呢，可以揾阿豪交流一下我係一個從業超過13年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我會盡力幫助大家響中山，根據我嘅專業幫大家一次性選對房、選好房。